李侍卫，我们是不是走错方向了？按说这江北大营早就该到了呀。没错，娘娘，这就是通往江北大营的方向，是娘娘记错了吧？啊，确实是我记错了，这野外的方向我哪有你熟悉啊？哎，该不会是什么谋杀案让我撞上了吧？我和他没什么冤，没什么仇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不行，这下麻烦了。哎呦，我肚子疼，我上厕所啊，我上厕所。娘娘，对不住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姐姐，我来救你了！杨言，姐姐，快跑！撤！怎么办？撤！快跑啊！可不好，杨言，该不会是他一个人追上不成，又搬来了千军万马的追兵吧？撤！姐姐不用跑了。撤！看来九王真的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啊！